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日喺節目當中來到了音樂好朋友呢，咪係今年金曲獎嘅得主，得到最佳行業專輯獎、韓國最佳行業認同獎哦。今日來到節目當中非常歡喜，因為咧咪係 Rita 好朋友，韓國嘅介紹幾多嘅創作，韓國幾多新嘅作品了，你實實來分享城市當中的慵懶爵士、鄉村音樂的結合，你分享。日本貓，大家好，我係日本貓，我係王 V， 我係阿 Q， 我係潘比，佢係南韓貝斯手。分享你哋哦，我係講試驗課堂嘅時候，都做得嗎？差唔多幾條都 OK。分享你哋哦，先再一次恭喜哦，得獎哈！耶！恭喜！也個時間就看得出哈，當中呢輕點輕，很冷靜，比較酷檔的就是團長王 V， 韓國 N 個鼓手潘偉，好，乃韓也是蠻冷靜的。各位阿 Q 卻看熱情，差唔多啦。係啊，一筆得獎一定輕歡喜啦。同感唔同啊，真嘅。同感唔同哈，其實喺講大家要 follow Urban Cat 哈，佢哋有啲網絡號呢，得獎以後呢，佢哋就連呀，有一個人就冇衰冇，哈，佢就開直播，哈，講話講清楚，講話講了1個小時嘛。青菜講。韓國呢，佢哋要做一個得獎感言，然後推檔，父母才講佢嘅全部啲樣片當紅，講酸，錯嗎？錯。講錯就錯，就是你們還自己做了一個影片啊，把得獎感言都在那個，係啊，要拜當然啦，頒獎過後啦，也心感度蠻澎湃，現在心裡還是很激動嗎？現在比較平靜了，恢復平靜了。嗯哼，對，當時是蠻開心的，就是很開心，對，人生目前的第一個巔峰。哇，好棒哦！有個時間呢，平常時候卡少共發嘅鼓手。潘偉呢，這時候露出燦爛的笑容。對，有沒有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有，當天啊，開心一天。開心一天，那之後呢？之後繼續回到正常的人生。浪頭過了之後，就找下一個浪。哦，哎，很會講，好，繼續做音樂，對不對？哇，迄個大家有 follow 佢哋出啲哈，團長王 V 平常時在做乜嘅呢？就是抱着吉他，然後開直播跟影片，緊練。你每天練吉他多久的時間？平均來說大概有1小時吧。嗯，練習的話。當然。對。然後不是練習玩的話，大概就是20個小時。沒有算過，不用睡覺。清楚嘅時間啦哈。要不然呢，大家講做的得獎，當然是你們首張母語創作，也是我想像阿 Q 來講，你第一張專輯嘛，好出得獎，韓國的送料嘅冠軍，好心情非常的感動。這一次好像你們頒獎典禮的時候，特地帶了一些幸運小物，聽說也是這樣子更容易得獎啊，係嗎？你們有嗎？有，你的一直都帶着。幸運小物是這個 pick。真的嗎？為什麼？為什麼你的 pick 是你的 lucky？ 就是我很習慣有它在我身上，有安全感。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機會彈吉他，然後當你機會來的時候就可以拿來用。哇，這句話好感動哦！所以就是音樂不離身，對，吉他不離身，對。哦，什麼時候開始迷上彈吉他？這個習慣，大概從這10年來吧。差不多。讀書開始，念書開始就一直瘋狂彈吉他。大學，哇，高中畢業。好哦，大家喺個看到王 V 彈吉他，你就第真的是吉他王子。而且我其實知道有一些 fans 就說，王偉真的是蠻帥的。係啊。很誇張。拍攝了，還有對，就是堅持熱愛自己的吉他。我覺得講得很好，懂都懂後真勁。你要笑人家，人家真的很帥，而且我的笑是怎麼聽說你老公說你長得像梁靜茹啊？啊？
你老公说你长得像梁静茹，黑毛。我老公说王伟很帅。好，要不然你带某个幸运小物品？我的结婚戒指。哦，去给没？就是这个。对。哦。就是银的。所以就是把你的爱带在身上。对。应该相信呢，做梦想的投入，走在梦想的道路，有很多的爱跟热情在里面，才能够支持我们继续往前走。还有哈，那潘玮呢？我好像没有特别带什么。硬要说的话，有啦，有带我妈妈和女朋友到现场看。哇！幸运的人这样。如果你那是你的幸运宝贝了。还有哈，还有要拜导演人讲得奖导演他喊他非常激动，因为这就是另外一种里程碑跟肯定嘛。所以刚刚王伟说，等下一张 long tail 就是要期待拿下一个奖，对不对？继续大标哈。然后呢，青雄会做买事情嘛？有没有特别在得奖之后给你们这样的肯定？有没有特别更想去做什么事情？准备下一张专辑，然后要有所突破吧。对，有所突破，已经在准备新的 EP 了，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专辑跟 EP 专辑的难度还是高蛮多的。那最近在准备 EP， 里面大概会收录几首歌？就应该只有3首，3条歌曲，韩国也还在准备。那有什么不一样的突破呢？你讲有突破没？突破。现在讲出来好像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卖个关子。亚黑你觉得有什么挑战？跟你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对我个人的话，因为我出了作品之后，我就会去听，然后会发现自己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嘛。譬如说我的表情，对，当然我可能就是音乐上的事情，对。音乐的表情在音乐性上。还有就是创意的部分啊，就是这个是最难的事情，对我来说。像你的乐团编曲大部分就是你们除了共同创作之外，很多编曲的细节是你在 handle 的吗？我可能是开头的人，对，开头的。各位的编曲方面有突破，也要有一些创意。对，那 vocal 呢？主唱呢？你的客语变好了呀！他感觉变得喊得好嘞，有认真，非常认真。有啦。哎呀，我觉得客语这个本来就是要再想办法再够进步。对，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中高级是不是该去报名了？考认真嘿啊！加油！哎呀，各位呀，客语语言唱歌语言就是语言有进步的话，那一定会影响你对唱歌的想法，我觉得啦。对，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还在钻研的。好，其他新嘅 EP 哈，其他會帶來買目標用。嘅下半呢，我聽到青島嘅鼓勵，很多的鼓勵，很多的留言，讓你們覺得有沒有特別感動跟深刻的？我自己是有看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是因为得金曲奖，所以就会有蛮多人就是会写说金曲奖才知道原来客语歌有这样子的音乐类型。那甚至有一些网友就是会也是年轻人，就是写讯息给我们粉丝专页，就写说他是不会讲客语的客家人，他是哪里的客家人啊，然后跟我打招呼啊，然后说他也觉得好像可以来学一下客家话。我觉得看到这个是让我觉得最感动。感动的哈，阿 Q 黑客家人，不过呢，王伟、潘玮2、3妹客家人，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客家音乐？就是因为2本猫吗？对，对我来说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乐团，才开始弹客家的音乐。对，你觉得跟别的音乐有什么不同？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发音，跟我习惯的事情不一样。对，所以可能选择上就要有一点调整。对，选择是在编曲，甚至写旋律上。符合他的一字行腔嘛，哈。对。给安尼讲起来，其实你们团里面听说最早接触客家歌是潘玮，是吗？好像是。就是上次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4个在聊，在那个小餐店聊天，他说他有听。你大学的时候。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念
政大反正就比较多那种人文艺文活动，对，然后就有邀请林生祥老师来学校，然后我和我朋友就因为以前就有听过，可是就还没看过现场，然后就去看了现场，这样，对，觉得非常酷。所以那时候就开启你跟客家音乐的缘分了。董演呢，现在在准备新的一批，大家一定很期待哦。做的堂头给到有马个新的创意、新的突破呢？等一下节目多阵了，就堂给到来唱歌好吗？等一下唱歌给大家听好吗？耶！向大家先聊一下哦。梦说说 I'm half the nice her yen make my taste like your song house now you're more and more la lune cash some visage ja yet and yet has some saka ja bon sang de confie just see I'm disease see job at the dirty hang yeah you know高雄一来呱呱调调看多心爱的人讨厌我总开梦凤凤，耶，凤凤好听诶！一首歌曲係咩？係一擺桃園嘅流行音樂比賽得到第一名嘅作品，因為係啊，因為嘅當時我有主持，我看到人哋表演。不過比賽嘅時間唱嘅版本啊，今日唱嘅版本冇共樣誒。真勁！加了一點東西。我家聽到有蹦刷，唔係蹦刷，係法文蹦唱。我有聽到法文啊，因為我平常時啲彈歌曲嘅時間，我也聽到很多人的 feedback 說，他覺得客語歌、客家歌跟法語歌很像。我已經聽到好多人在聽我們客語音樂的時候，這樣子跟我說，甚至係外國人，佢想買幾言本老法文老客家歌嘅合唱下。為什麼你嘅製作你來？其實也係佢嘅想法。哦，製作人嘅想法。你講，佢知道亞首歌曲嘅音樂性啊、音樂性啊，就是可能做得此款啊，做一個唔係你台灣人習慣彈嘅編曲。你說特別是在編曲的部分，然後或者是語言上面，可能做得此款啊冇共樣嘅語言。哦，因為像我跟樂團在唱歌的時間，我已經聽到有英國人、有意大利人、有德國人、有法國人跟我說，我就說你們知道我在唱什麼語言嗎？已經很多人跟我說我在唱法文歌，那青豆糖豆案呢？哈，因為像王偉不是客家人，你自己聽法文跟客語的結合，你該感覺嘛？該也還真的還蠻像的，語調上還蠻搭的，對不對？對，所以阿潘也有進入這個客語加法文裡面。如果你同時不懂客家話也不懂法文的話，會覺得他們好像
是一体的，对，好像是同一首歌。冇咩分配的感觉。哦，嗰首歌还被清好，好也还新给创作。那这首歌，当时我记得你演出的时候有爸爸上台耶，有带带有没有故阿事爸？有什么特别故事吗？跟爸爸？因为亚洲歌曲就係冇上愛留阿爸講嘅話啦，其實就係如果有歌詞有寫講啊，我就想上留阿爸講啊，我知道對方嘅文化、對方嘅你做嘅動作看起來很大眾嘅事情，其實聽聽那行，聽聽慢慢的累積，就係你这一个人的文化的素养的养成，对，然后阿爸就上爱老妹讲啊，你冇安用啊，冇咩鬼咩怪啊，冇奇奇怪怪啊，就是不过爸爸亲支持你啊，对不对？虽然你歌词说爸爸会说啊很搞怪啊扭扭，不过其实非常会支持你，给很松腿、与有容颜的感觉没？可以吗？就是这首歌的命名有用到他爸爸的。对对对，阿凤啊。我发觉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常常会挖掘根源，甚至是你做母语给从走做母语哦，然后跟家人的关系会更紧密。你老爸爸感情变好哎哈。对啊，他本来都不理我。冇上爱老眼公法。你可以是跟给发，你青岛的事情会唱高给啊，你就会更多的跟家人有紧密的连接，那种是血液里面的连接会更紧密。系啊，这种感觉很特别，懂特别。系啊，既然讲吼，真的做母语嘅音乐吼，我想两位听着这个，无论是客语或者是法语，听着听着，其实耳濡目染，也开始跟着音乐会开始唱客家歌。我们就特别准备了一个小游戏，我们这个抽了，除马跟呢，等一下你抽到你们的歌名，你们自己的歌名哦。大快乐本太嘎坤，还有请你们大声的念出来，也可以为我们演唱一段，可以接下这个挑战吗？一定要说可以呀，可以，勉强，走的，说走的，好，可以是。那这样子，团众往明显可以是，这是二本猫里面最帅气的吉他手，也是唯一的吉他手。我好像有瞄到了。哎呦。哦，亚速狗 Q 点击率非常的高。对，这是我们的第一首创作。第一首创作。整真嘅吃油黑。哇，整真吃油黑，跟你的冲凉机啊，整真嘅吃油黑。但我需要有人帮我，因为这首歌是高难度的。为什么高难度？高难度的，我在家练唱过这首，但是发不出声音来。真紧要。好，来唱2句哦，好吗？来，阿 Q 听。你让你天数啊。因为第8度唱。好。要偏冇歌词啊，像你唱有歌词，请你唱有歌词。你帮我唱了。你啦，你听数字，好，3、4。有一半冇歌词嘅。好，走得嘞，好，按住。这样做一练，好不好？请回去多练。好，这是第一首的创作哦。好，各位阿 Q 老 Annie 出过一种，挨咩係全部都挨下嘅啊！你都有要讲啊，好不好？好。吉家讲呀，歌词全部会记下来，除到青南嘅，这是白居易的诗。唔係李白。哦，对，李白有一个白哈，李白的诗。他终南山，高富士山人，秀之酒。耶！唔過亞洲歌曲因啲人呢個專輯啲杯唔係講下年嘅，是唱貴年嘅。但是李白的詩其實用母語念，用客家話音，非常嘅特對，所以你可以試試看用客語。係咪？好。他終南山，高富士山人，秀之酒。睇下真係雙苗彈吉嘅歌曲啊！好，各位問。
打击。潘玮，你终于好好练一下。潘玮，换你抽一个，帮你出。哎，不用唱了。不是啊，不是。唱太上音出来啊！请简单嘅唱音。南风给你，南风给你，南风给你，华语是写南面伊人，就是南风给你。南方的人。哎呀耶！冲好，唱歌，等一下佢唱歌，佢可能會上10分鐘，係嘛唱出來。嗰時候呢，大家都係上佢哋嘅臉書粉絲專頁啦，看佢哋嘅專輯。好，所有嘅歌曲呢，都做得第一種專輯，光亮彷徨的閃耀年紀呀，第一度呢。你看，韓國世界面請講哈，請大家呢支持佢嘅專輯，上佢哋嘅臉書粉絲專頁去發到佢哋嘅消息。歡迎大家進到福喜來咧，我係 Rita 玉田，今日呢介紹 Urban Cat 一種光亮彷徨的閃耀年紀哦。真係呢度呢，多數歌曲呢都輕有想法。呢度有首歌曲都長長黃黃嘅，長長黃黃嘅到底係乜嘅嗬？看到佢哋嘅 MV， 唔知大家係咪有聽到嘅感覺？佢同時佢哋有開放一個留言的活動，問大家什麼是青青黃黃的？係啊。哎，幾時沒有留言呢？青青黃黃的，所以老太太講，你覺得什麼是青青黃黃？我自己當時這首歌創作錄完音之後，發現，我自己剛好有一把青色的吉他跟黃色的吉他，所以。姑說你的青青黃黃的還是吉他就對了，嗯，這個是從一而終，對，有始有終。哦，吉他王哈，給唔給長長黃黃嘅呢？其實那首歌曲就。係下本團演嘅哈，下本唱乃涵嘅歌曲，乃涵讓他亮相一下，真的。怎麼下本佢呢？因為那個時間啊，就知道佢實在係一個種奇怪嘅人，太奇怪啊！我想愛老佢講嘅話，哦。係哦，佢說乃涵有聽到喎，佢講真奇怪，你係強強黃黃，強強黃黃嘅唱乃涵，咁你嘅強強黃黃咯，潘偉？應該是還沒有成熟的感覺吧。哦，還沒成熟的感覺。對。嗯，大嗓你也感覺冇空用，所以我覺得創作就是有無限想象的空間，音樂也是。跟我嘅強強黃黃嘅同時，我知道總是留下很多很多的思念。係，到3年嘅冇空用。既然講到安尼，唱一下本體嘅彈好唔好？我們現場演唱一下，青青黃黃的本體嘅看，你自己彈定你嘅長長黃黃係乜嘅呢？一個人叫看眼夢。
强强蹦蹦给唐的吃到哇，好像可以入眠了。哦，有一些感谢，有一些思念，所以你感谢他，你也思念他，但是觉得又觉得他很奇怪，出丑嘞。有啦，其实但听上爱老奶涵讲，系啊，没有青岛嘅法去讲，心里面挂念的人。系啊，其实除了今年哈二本猫得到金曲奖以外，你们在持续的创作，也还有得到非常多其他的肯定，无论是歌迷也好，无论是参加比赛得奖也好哦，再次的恭喜！接下来就是年冲流行音乐的比赛了，我们要一起加油，因为我们会在舞台上见。太感动他冲狗，我觉得。这就是也许我们创作刚好只是有透过一个比赛，然后可以跟音乐人交流，安尼嘿非常好嘅感觉，太加油了，对，真的像同乐会。各位呢，今日其实你都有新嘅创作嘅帶來嘛哈，好，一個創作阿 Q， 你就開始為大家演唱一下你新嘅創作哦，好嗎？好，你敢地？你知道我要唱什麼？就你之前你們有默契啊。哪一首？你是说哪一首？好，哒哒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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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过很久了。因为创造影片呢，攀比你是狮子王，对不对？半夜赏夜。潘伟汉的出生才有二本猫。哦，真嘅啊！还有老太家讲他猫科两个愿望，你的生日愿望系嘛嘅？分享一下。讲我想一下，上次讲过。哦，讲愿望还会健康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大家身体健康，然后事业顺利。好老派哦。老派吗？第三个你要留在心里。还有，好啦，生日快乐啦，生日快樂啦！其實因為我覺得樂團就是好玩在大家能夠一起分享，然後一起激盪出一些火花。啊，你去青團體了，嗎？對啊。好，團長帶領大家有沒有接下來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是期許一下你的團員們？期許一下乃涵。對，除了健康要顧，然後歌要寫。哦，乃涵愛下狗啦。对，也有生活要过，这样，丰富一点。丰富一點吼，家講到其實追求夢想嘅舞跳就係文化，就係成分嘛吼。個接下來呢，當然有新嘅創作、新嘅音樂、新的 EP， 真要好好鄭重跟大家介紹，在哪裡可以 follow 到這些資訊？在我們的粉絲專頁搜尋二本貓。好，秋遊。韓國最近沒有青島嘅發通，每一個月都有不同的演出。哦，我老太家講一下，太家喺個上海安布斯條來到浪漫嘅台山線，同二本貓唱歌，愛到那邊呢9月23號，南莊遊客服務中心的戶外廣場，來到亞比黑下課音樂節嘅發通哈，哇，那是從下午5點到晚上8點哈，給你哋會來做演出，太家做啲攤到記得。其實青浪漫嘅，有善良嘅，有澎湃嘅，韓國呢有強強旺旺嘅，可能咩有鳳鳳嘅，有青島嘅音樂。嗰時候也有唱太卡共下來了，好像10月也會在總統府有演出哈。受予給子欣，請大家上二本貓，好嗎？耶！今日呢，非常感謝二本貓來到節目當中，生日快樂！生日快樂！恭喜得獎！沒想到大家繼續支持。好，因為這段時間過到請假，好，二本貓來到節目當中，還是要親迷，我們就再一次請大家支持一下光亮彷徨的閃耀年紀。耶！再一次感謝二本貓，謝謝大家。繼續創作，繼續唱歌，繼續上網達標，繼續上網達標。今日非常感謝大家來收看，呼起來咧，等下我聽你時常來做運動哦。什麼大家今日收看，張來了。